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中伫个外埔日灵生态园区试办着乌水网，也就是笋塘养殖的计划，要来拼永续的循环经济。 外埔日灵生态园区是全国上大处理喷的发电厂，不过喷处理线会产生真侪废气物，在咧运输过程，佫会产生碳排放。为了做好永续循环经济，有民代斗相共，虽然甲环境部争取到1400万，要来试办饲笋塘的计划。因为黑水虻这个虫类会吃这个藻渣跟藻液，所以就形成园区内的循环经济，可以减少碳排。因为笋塘会食废弃物，对农民来讲无败害，佫上帮赞，所以未来若是试办成功，会当大大改善园区内底气坏问题。透过黑水虻的部分，让它在这里把它直接转换变成可以用的物质，变成肥料。 民代嘛讲，这摆饲笋塘的计划总经费超8成是中央补助，希望透过资源进驻，和永续循环经济发挥到上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